继续关心台中高美湿地生态真丰富，市政府公告讲这是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也毋对2011年到呾，毛发现130多件暗时工踪入去内底案件。最近伫网络顶悬，阁有人伫茶步道顶悬生烟火，嘛引起议论。农业局即马正在调附近的监视器，总共有抓到人，就会开罚单。大公线甲回条伫湿地找食，游客到台中高美湿地查证道，就使真近看会到。也过最近有网友伫面册私密摄影社团打出一张伫高美湿地敢像摕烟火机配合慢速摄影所留落来，迄张是讲崩空相片。网友批评是不良示范，游客甲当地民众也认为无好。不可以放这种烟火的，就不能放这种烟花。我觉得，就算这张照片多美，也是违法了。对，所以就是说。是不应该的。这款的拢卖违背迄落吼，种这款的无迄落袂使就袂使，唔好啦。去年12月有2个查甫人暗时家己拍开查证道，关坐铁门，骑机车走入去高美湿地查证道，留下真侪车辆的分量，告互台中市农业局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罚上悬25万。高美湿地巡守员坦白讲，每天日头落山了后就撤守，暗时民众若是超工要走入去，实在是无法度来阻挡。暗时，你点啊后个月啊，也搁较侪人。恁拢暗时拢要安怎管理？暗时都无管理，暗时要安怎管理？暗时遮都暗搓搓，是要安怎管理？于高美湿地木栈道上使用仙女棒进行拍摄，正在调阅现场监视影片追查，如有违反相关规定，将依野生动物保育法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之罚款。农业局讲，对2012年到即阵，高美湿地暗时家己走入去，总共处理134件。去年底机车案件罚25万是上悬的记录。网络传出疑似使用这个烟火机所翕的这个相片，就正伫调看附近的监视器。若属实的，依照野保法开罚。民众若发现违法行为，应随时向农业局甲警方通报。记者综合报道。